域是一個為家庭健康成長提供所需的營養食品和工具的計劃。域代表婦女、嬰兒和兒童，但即使你不屬於這三者之一，你的家庭可能仍然符合資格。如果你懷孕了、剛生完孩子或正在照顧5歲以下的孩子，Vermont 域可能會有所幫助。歡迎所有家庭參加。你只需要居住在 Vermont 州並符合收入規定。域會幫助你獲得家人可以享用的健康食品。你還可以了解營養學知識，獲得幫助你養育和餵養寶寶的技巧，並尋求養育更健康孩子的支持。域還可以幫助你獲得其他東西，例如汽車座椅，在農貿市場購買新鮮水果和優惠券、蔬菜的優惠券，或免費進入州立公園和博物館。域與你可能聽說過的其他計劃不同，它不是 Medicaid， 不是 Three Squares。你可以將域與這些其他計劃一起使用。如果你已經參加其中一項，你已經有資格享有域了。域只是為照顧你自己和你生活中的孩子多提供了一種方式。註冊參加域非常簡單，你可以透過網上申請、簡訊或電話申請，或請你的醫生幫忙。域在 Vermont 各地設有辦事處，包括我們的12個健康辦公室和30多個當地診所，所以總有一處就在你附近。在每一個地點，甚至透過電話，我們友好的工作人員將為你提供支援，無論你需要嬰兒餵食方面的幫助、雜貨店購物，或者只是有疑問。如果你需要，域還提供口譯員服務和翻譯資源。開始使用域非常簡便，一旦你申請並進行第一次預約，你就可以立即開始獲得健康食品和支援。馬上申請吧！